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，住一位名叫李明的年轻人。李明的生活过得平淡无奇，朝9晚5的工作让他感到窒息，梦想似乎被繁琐的日常所淹没。然而，某个偶然的机会，李明接触到了一本关于自我提升的书籍，这本书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。第1章启程。李明的心灵成长之旅始于一本书的启发。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心灵的力量、自我反思和积极思考。阅读过程中，他被书中提到的自我认知深深吸引。这一理念强调，了解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是通向成长的第一步。李明开始进行自我反思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和生活中的小插曲。他发现自己对工作和生活的消极情绪源于缺乏自我认识。他开始尝试每天花一些时间静下心来，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，并开始设定小目标，逐步实现。第2章面对挑战。随着心灵成长的深入，李明开始意识到改变并不容易。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固化，面对挑战时常感到畏惧。有一天，他决定参加一个社区的公共演讲比赛，以挑战自己的舒适区。演讲前，李明感到非常紧张，心中不断怀疑自己是否能成功。然而，他回想起书中提到的成长来自于挑战。最终，他鼓起勇气走上舞台，虽然表现并不完美，但他收获了信心和成就感。这次经历让他明白，面对挑战是自我提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第3章学会感恩。在心灵成长的过程中，李明逐渐学会了感恩。他开始注意生活中的小确幸，并感激身边的人和事。他开始每晚写下3件让他感到感恩的事情，这个习惯让他心中充满了正能量，逐渐摆脱了负面情绪的影响。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他的情绪状态，也影响了他与他人的关系。李明发现，当他对生活心存感激时，周围的人也变得更加友善。这让他感到，心灵的成长不仅是个人的事情，更是一种影响周围环境的力量。第4章持之以恒。李明明白，自我提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。他开始学习时间管理，为自己设定每日的计划，并尽量遵循。每当他完成一项任务，都会给自己一个小奖励，这让他更加有动力去面对下一个挑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明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越来越明显。他不再只是被动的生活，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未来。这种心态的转变让他在工作中也表现得更加出色，获得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。第5章分享与回馈。随着心灵成长的深入，李明意识到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他人。他开始参加各种社区活动，分享自己的经历与学习。他在社区举办了一场关于自我提升的讲座，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参加。这让他感到无比充实，因为他不仅在成长，还能影响他人的生活。李明在讲座中强调了自我反思的重要性，并分享了他在心灵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实用建议。他鼓励每个人都勇于面对挑战，学会感恩，并持之以恒地追求自我提升。听众们受到启发，纷纷表示希望能够跟随他的步伐，开始自己的心灵成长之旅。第6章寻找平衡。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，李明也逐渐意识到寻找生活的平衡至关重要。他发现自己在追求心灵成长的同时，忽视了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。于是，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时间，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身边的人。他与家人共度周末，邀请朋友们一起聚会，这不仅增强了彼此的情感联系，也让李明感受到生活的真正意义。心灵的成长不仅是内在的修炼，更需要与他人的连接和分享。第7章未来的展望。
随住心灵成长的深入，李明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他不再只是追求工作的成功，而是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实现自我提升。他开始考虑进一步学习，报名参加了一些有关心理学和自我成长的课程。李明明白，心灵成长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方法。他希望能够持续探索，寻找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。未来，他也计划将自己的经验写成一本书，与更多人分享心灵成长的智慧。结语：李明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心灵成长的启示，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生活的挑战中找到自我提升的契机。心灵成长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，它还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、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不断探索的勇气。在这条旅程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导师，找到通往心灵自由的道路。